后来继续来看新北地方法院昨开庭审理着闪兵案，艺人陈零九、陈大天等等，拢互传唤出庭。艺人伫法庭讲，这个外号“黑哥”的主嫌，就是幕后的总经人。艺人讲，因发现违法造假的时阵，拢想要停止，但是互这个黑哥甲因恐吓，因只好来配合。这个艺人是拢有认罪，希望会当减轻着罪行。那艺人开钱闪兵各方恐吓这件，新北地检署已经介入调查。会不会觉得很后悔啊？伫无啊，随案几个面报案，艺人陈零九面对提问拢无应声。27号下晡，新北地院闪做兵第2波头摆开庭，包括艺人陈零九、陈大天、大金拢互传唤出庭。威廉，你觉得你的金钟奖应该要取消吗？艺人威廉面对镜头态度坦白，深深一击中。我先面对司法。强调已经准备好面对司法，伫法庭嘛也出规个案件幕后总经人，就是号做黑哥、黑哥的单性主嫌。威廉讲，伊互黑哥露脸，佮另外纳钱，艺人毋扑少嘛烧伤。伊讲迄时伊已经无想要佮过落去啊，毋过去互黑哥吓，伊烦恼会拖累处理的人，敢若会使配合。要不要道歉？会不会后悔啊？也让艺人陈向熙伫法庭表示，之前就甲黑哥讲有家族的规团病，一直到伊找人代替让血压，才感觉可能会犯罪。不过黑哥话说讲这是合法的破空，审判长问发现违法，是安怎无要停？陈向熙则讲，迄时已经起告啊，只好心存侥幸。接受法律制裁，就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展现出我们对于这件事情负起责任的一个决心。就算讲拢认罪求轻判，不过检方的态度也是真硬，认为无应该假罪，原因是根据最高检察署声明，强调迫害兵役制度征责重大者，应该要严格快速来侦办。艺人开钱闪做兵，佮放下，新北检嘛主动介入调查，另案侦办。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